師友並肩，為夢起航。有導向計劃咧，對於一啲而家仍然讀緊書嘅同學咧，係非常之有用嘅。佢哋可以知道自己嘅興趣同埋長處喺邊度，做一啲知道自己係同邊一啲嘅行業可能較為貼近。令到佢哋可以喺呢個學術同埋喺呢一個職場入邊預早去接軌。有陣時課堂上面老師未必話到俾我哋知實質嘅工作情況係點樣啦，可以利用到自己嘅技能啦，或者佢經驗咧，去分享俾青少年睇。喺啲導師上面咧，可以得到一啲嘅人生嘅經驗啦，可以俾佢哋有一啲預算啊，或者得到多啲嘅方向咧，先至開始投身社會嘅。透過啲活動會認識到唔同職業啦，會更加清楚自己嘅目標啦，揾到更加好嘅發展機會，令到佢哋進入社會嘅時間係安心啲。師友並肩，為夢起航。師友並肩，為夢起航。師友並肩，為夢起航。